椰子树买当吸收碳，这是高雄中山大学伫基地的烟花，因为种60丛的椰子树，佮对当地10年以上的椰子树去进行采样，去分析各部位含碳量。因为团队即马发现讲，椰子树吸收碳的能力真好，若树头买当掠真栽，佮会当挡强风，安尼就当保护海沙坡。怪树的椰子树就为参过了研究人员采样刷图，中山大学探索实验室在高雄基顶烟花执行椰林树团计划种60丛可可椰子树，因为可可椰子树毋但均系用人因防止沙滩侵蚀、抗强风，平均每一丛树啊每年能吸收25公斤二氧化碳。它不会占空间，又可以抗盐化，然后最重要是这次的台风，椰子树也都没有什么倒，在5年以后，大概可以固碳20到50公斤每一棵，看它得到了养分跟水分的程度。记一般椰子树内底拢是纤维，连根乌起了后，随去记当称重记录无行大进行适当数据。这是芳水椰子树原本互市府种伫基顶沙坡，经过市府同意，被研究团队当作对照组。多少？58.6。好，58.6。知道每克的干重总有多少 percent 的碳之后呢，再把它乘以它原本树总共有多大，就可以知道这整棵树它总共所含的碳总共有多少。均系树身这样本等于实验室了后，宏达这定数排除水分，已经宏达真重的均系样本被挖做粉刷器递归地送一个碳弹分析器，分析含碳量，等于知影椰子树各部位的数碳量。经过太阳日晒，应该都变得很坚硬。这个的话，大约是400多公克。那400多公克，它里面的含碳大约是40%到50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400公克大约可以有200克是碳。木那椰子树本身数团，椰子壳也有数团能力，团队开创沙坡地数团线地，可按算为60丛，拖到1公顷的海平沙坡，种900丛椰子树，有5年数碳量应付13吨。希望透过研究，互伫沙坡常常看到的椰子拿，用加做减缓气候变迁甲保护沙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